好咁啊，又講賽馬貼士啊，咁啊第一場2號通情達理，咁啊第二場9號順善寶，第三場6號智醒大將，第四場7號龍奧玲瓏，第五場1號勒得準，第六場2號精英高球，第七場9號盛世威風，第八場4號安都，第9場1號安泰，第10場2號醒目高球，第11場2號信心星，11場賽事講完。